Hello， 大家好，我是高本，又到复习的时间咯。其實講到反彈，大家會想到乜嘅呢？大部分人會想到鳳頭的吧？鳳頭的細細一條，好食好食。不過會不會見到的係農民朋友辛苦的故事哦？今日我哋就特別邀請一位來自反彈的小妹來介紹大家以樣板來創造一個新的品牌，同接受路卡的工作個，大家來分享佢吧。來自反彈的李玉玲。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南國鳳頭李玉玲，很高興能跟大家來分享我在萬丹種植紅豆，以及用紅豆然後結合婚禮小物的一些過程。哇，分享玉玲來到我哋節目現場，不過先請教玉玲啊，你本身係喺萬丹工作嗎？還是之前有喺其他地方工作呢？其實我自五專畢業之後呢，我一直都是在外縣市工作。哦，對，然後因為就是五專的話，我念的是屬於觀光的那個科系，所以就是一直都在飯店裡面工作，到目前為止大概已經10幾年了。哦，嗰種之前喺飯店嘅石頭路工作。有喺哪一家嘅飯店係全部都喺台中嗎？也係喺台北？其實經歷過蠻多縣市的。一開始畢業之後就是在台中，然後當一個小小的總機員，對，就每天接電話。然後之後又有經歷，比如說到台東做訂房員，然後之後就一直輾轉，可能在高雄做那個俱樂部的服務員，這樣子。不過有點從飯店嘅工作同健康做嘅工作，身上冇乜嘅關係呢？喺飯店嘅工作應該輕順利嘛，也學到很多嘅東西。應該來講，行喺健康觀光安發嘛，應該係行喺留喺飯店嘅工作㗎。有冇想到回到路卡來做一個鳳頭嘅工作？其實我自己從來沒有想過我自己會從事一個農夫做的工作。可是因為在爸爸他就是經營紅豆品牌這的某一年，就是他不小心工作的時候受傷昏迷了，所以就毅然決然的就覺得那我應該回來接受屬於他這個就是他其實很在意的紅豆的事業這樣子。你發現我會請教玉玲咯，爸爸睇經營一個鳳頭的品牌嘛，用係會輸送，因為鳳頭的人哋做農民朋友輸送應該係失敗啦，不過按輸送按嚴重係款係呢，其實爸爸係本身係從事乜嘅工作？我爸爸其實他一開始的時候，他是做農機，就是稻米乾燥機的經銷商。做機器耶。對，然後就是因為近年來就是大家對農機的使用越來越少了，然後農機開始慢慢沒落，然後爸爸就回來就是原本的地方，然後他就是接手爺爺就是留給他的田地，然後開始種植紅豆跟稻米。對，然後因為稻米爸爸會覺得說要創品牌，就是因為說當紅豆收成的時候，可能今天他交給盤商，然後可能是比較好一點點的價錢，可是因為跟盤商都是認識朋友的關係，盤商會跟他說，要不然你這禮拜先不要算費用好了，那我們到下禮拜可能價格會再漲，那我們再來算費用。那他爸爸可能就覺得因為朋友信任，然後他就想說那我就到下禮拜再去算費用好了。結果到下禮拜的時候，紅豆不升反而降，然後可是盤商就給他這個本週最低的價錢，然後因為爸爸就覺得說，因為這樣子他覺得他完全農民沒有保障，然後再加上他之前就是有留一些給北部的朋友啊或親戚，大家都覺得他的紅豆品質特別好，所以他才有了這些的鼓勵。他覺得說那我可以就是再創一個品牌試試看。然後那時候我們也遇到一個北部的麵包連鎖店，然後他願意去買爸爸的紅豆，所以爸爸才會開創他的品牌之路。嗰種爸爸之前喺做一個鳳頭嘅品牌之前，佢係做嘅農業嘅機器一個工作。是。機器一個工作其實
真是有风险哈，其他要长期起来，嗰时候其他会输送。是。爸爸更加有够好冇？现在有比较好一点点了，就是因为毕竟他刚摔下来的时候已经昏迷了半年多，然后现在就是慢慢的复健，然后就是自己有做一些运动，所以慢慢自己可以行走。你过来加倍时间，爸爸有分开的，有慢认同天数冇？其实一开始是靠着妈妈跟弟弟，就我们3个人就是一起走过我们觉得我们家里最黑暗的那一段时间。然后毕竟就是那时候接手的时候会觉得每一个动作每一个事情好像都那么熟悉，可是当自己要去做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好像我怎么什么都不会。看爸爸做很简单嘛，可能自己对那东西不用你去怎么种，如果结果这个种的时间没认同高，都有差别的吼。因为我们红豆是1年会洗豆子1次，然后那个机器的话，我们都是先没有洗的时候，我们会收到那个仓库里面，然后要洗的时候再搬出来，所以到机器组装，到接电，甚至到很简单的按下一个按钮，我们全部都是重新学习。对，只是好在就是很多人都知道我们家的这个状况，所以其实邻居啊，还有我的亲戚，就是叔叔他们都很愿意去就是帮忙我们这些。就像一开始弟弟也不会种红豆，然后是伯伯，就2个2伯跟3伯，就是带着他然后去田里，然后就是开始教他怎么去种，怎么去施肥这样子。嗰時多好有親切同人支持順晒盧卡弟弟嘅本身唔係港片的啦吼，因為有個事情幾張可是港片。對，因為其實我們一開始就是從出社會工作之後，其實爸爸都很少給我們做農務，然後其實偶爾就是像比如說打下手這樣子，可能就是幫忙稍微包裝啊什麼的，但其實時間都不是說像每天待在家裡這樣子那麼多時間，然後那麼多時間去幫忙做那些家務。除了也到親戚同天數之外啦吼，幾多盧卡會接觸有個這個冇接觸過一個品牌的工作，這個有做乜嘅研究啦，甚至去上課也有嗎？其實都沒有，就是一些很多，比如說像品牌行銷啊，還有品牌的一些操作，我們一開始在我接手家業的時候，我都是靠我自己當初在飯店的服務經驗去做的，因為就覺得那時候其實想得很簡單，覺得說我既然在飯店做到10幾年了，然後甚至就是一個小小主管的那個階級，我應該可以很輕鬆的去面對這些家業，殊不知就是隔行如隔山。這樣你不會差別，你這個接觸過的感覺你不會困難很嗎？一開始最容易被問到的就是說你那個紅豆是什麼品種的？然後你那個紅豆有沒有參藥啊？有沒有做檢查啊？什麼之類。可是我覺得很慶幸的是，我爸爸他留了一個很完整，算是他在鮮紅豆這部分他已經留了一個很完整的體系給我了。那變成說有一些紅豆的知識啊那些的，就是我得去問其他的前輩啊，或者是遇到什麼問題，就是趕快求助可能伯伯啊、叔叔他們這樣子。你發幾多盧卡都有講到前面有困難嘛，有人家同天數這個去摸索的部分，你可以舉例你這個印象過層面，你對摸索的路上有讀到某個印象過層面故事嗎？其實還蠻多的，可是就是現在想來都會覺得說這只是一個過程，因為在摸索的時候就會覺得，因為我不懂
爸爸他已经跟客人已经建立一个很良好的默契了，那爸爸可能知道说，哦，那个客人的出货时间，可是因为我是很临时的去接手，所以我根本无法去抓清楚客人的时间，而且在早期我们不是用机器去挑豆，我们是人工挑，用人工去挑，对，就是一颗一颗这样去挑。米拜风头按动能到偷豆那时节的，所以大概一天，如果我曾经试过从早上7点，然后挑到晚上12点，然后中间可能就是半个小时很快速的吃完饭又赶快去挑，但也只能大概挑400斤而已。400斤，按你卖都是嘛？对，所以可能如果那时候又遇到连锁的那个就是那个面包店，他们就是要突然就是可能冬天，然后他们是大量进货的话，所以几乎就可能整个礼拜都是在挑豆子这样子。你做嘛个唔用机器喏？无机器也无法度好用。因为早期的话，我们还没有发现说，哦，原来它是有机器，然后甚至说我们去看，可能有一些日本制的机器，可是它挑出来的那个品质不是我们想要的，因为他们是用颜色去选的，所以在还没有机器去挑豆的时候，我曾经就是早上照顾爸爸，然后接班回来我就开始挑豆子，然后挑到半夜可能1、2点，然后因为妈妈跟弟弟他们都是在医院，或者是他们明天有工作，他们就先休息了。因为那时候大家都是过着很紧绷的生活，所以那时候我通常都自己去做，然后我会一边挑一边哭，我就想说为什么是我？因为那时候还没有30岁，对，所以就会觉得说，为什么我要去看护，去做一个看护，然后回来还要去接家里的工作？这个是我自己那时候心里会很不平衡，我会觉得说，为什么上天要给我去做这些，去遇到这些事情？可是因为那时候一直有一个信念，就是说爸爸还在昏迷，可是我知道我爸爸很注重这一份红豆工作，所以我不希望我爸爸醒来的时候看到说，哦，怎么红豆事业就草草的就熟了。不过好彩有6年的坚持，更加爸爸同人家风头的品牌，才会去有安好的成绩啦吼。观众朋友，当个6年有个本人感动的故事，让人真觉得原来红豆的后背的故事还有亲精彩的部分哦。让你休息一下，更多精彩故事马上过来。前面谈的6年，介绍讲金融版轨道路卡来探索一个品牌，一个品牌后背还有哪条精彩故事呢？继续来请教6年咯。6年，头头有讲到，味道搞货本人嘛，就会用手工去挑个红豆，这个感觉啦，这个咩？我去挑一个红豆，这个也会挑到讲个经常的饺子，因为按多，如果用的去挑本人哦，不过这时间你能挑个红豆的有某个标准吗？因为红豆里面太细粒，其实看起来差不多嘛。我们之前挑手工挑豆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类似像网子，然后爸爸就有把它设计说，就是变成那个缝，就网子的那个缝是正好是我们标准要的红豆的大小。这太细了有准备好个苗的，本地安尼能不用上去敲它。没有，它是一个台子，然后它下面就是有一个类似像是那个斜坡，然后变成太小颗的，它会往这边去跑，然后太大颗的，就是我们挑好的，我们就是从那边过去。然后挑的时候呢，比如说像是黑色的啊，或者是破损的啊，
那些我们就是要把它挑起来，还有一些比如说没有洗干净的枝枝叶叶，那些也全部实质都要把它挑起来。那个就有像咱陆地嘅传统嘅农产品，咱强嘅功用，也係用太细料来混啊，吼。看其他外观型嘅用嘅啊太细料。不过按你发封条嘅套好嘅之后，还会用有乜嘅加工嘅手续吗？我们就是直接就是做包装了。那会有这么繁复的手工挑豆的过程呢？就是因为说，包含在洗的部分，就是正常的一般我们外面市售的红豆呢，它可能是农夫那边从田里采收之后，它就送到加工厂去做机器的抛光了。所以其实我们在外面买的红豆呢，它会是又亮又红。近人看到像波沙香用会发光的这种封条，里面还有抛光。抛光竟然用板去抛光，一定要用到红了吗？不可能吧？因为抛光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原理，它可能是用2个我们那种很粗的工业手套，正常是这样，然后就是在红豆就这样做摩擦，然后其实它就慢慢把那个豆粉，就是或者是一些灰尘，它就把它慢慢的磨亮因为现在的都要讲求快速，所以我会加一点点像是我们在苹果打蜡的那种食用蜡，会在里面，然后它一来它是可以让红豆的卖相更好，二来它可以减少那些就是一些损耗率，比如说黑色的可能没那么黑，它可能就把它弄得更亮一点。嗰种呢冇用那种抛光的手续其他可能有啦看到国检咩都有做那种的手续。你能录卡品种，等一下我来问有点头都有讲到嘛，能录卡品种当开始都会认唔知嘛，更加我就出一个问题，能录卡封条会用哪个品种的更加知吗？目前的话就是高雄8号、9号、10号，然后我们家的话就是专门收9号。对，然后他们3者的分别就是，当你10号豆就是号数越大的话，它的红豆外观越大颗。对，可是你要吃红豆的那个味道，就是那个绵密的味道的话，8号是最好的。用办讲啊，你有7号的吗？7号目前就是因为一直在改良，所以其实7号已经开始被淘汰。按你来讲，嗰种先嘅8号，太细了嘟好，咪是掌握好嘅封条的嘛。按太了嘅封条，其他还有乜嘅用处嘛？去来做乜嘅甜点啊，嘅调国好嘛？它其实10号的话，我们通常是会客人会用在比如说像甜点上面的装饰，因为它又大又漂亮。对，然后像我们在坊间吃的那个红豆饼，就可能是用8号，因为它味道最重。然后9号的话，就是最适合我们自己在家煮红豆汤。有点除了那个同头都有讲到唔能录卡冇同噶，香用係抛光嘅部分唔能录卡喺封條嘅，還有其他同人家冇香用嘅地方嗎？就是当初爸爸他要创立品牌的时候呢，他就是为了跟外面的市场他做区别，所以我们就是全程采用古法的方式去做。正常可能人家是用抛光，那他一天可能就可以抛个1-2万斤的红豆，然后可是我们家就是用水洗的方式，然后他在红豆从农夫那边过来的时候，我们水洗之后，然后再做日晒，然后日晒的话就是每一个1小时他就要去翻一次，对，然后赶在就是太阳下山的时候把它收好，然后再去做手工挑豆，然后再做包装。那这主要的话是为了保留红豆它原本的豆粉，就是它那个红豆表皮它会有一个营养的价值，然后是豆粉，然后就是保留这个豆粉给消费者，让他们吃的红豆就是更安心。观众朋友有听到有片的介绍吗？其实这封条的都会有一层果粉，是封条的最好的部分唔係嘅看好嚟講有金的嘅封條的，真係最好的唔係記好嚟有點按你話，其實我談好嚟封條的就像我哋洗國香用呢，
佢熟好了之後，細槍誒，還要用日頭曬，用日頭曬嘅鳳頭，係唔係嘅米絲同人家用嘅機器，安尼裝過嘅冇用啊？當然會有不一樣了，因為你如果用機器拋光的，可能它因為辣的原因，所以它變成說你煮紅豆之前你可能要浸泡。可是因為我們的紅豆都是屬於當季採收的，所以其實你洗一洗，你放電鍋，你就可以煮出很綿密的紅豆湯了。哦，就唔係像人家講嘅，人哋愛煮鳳頭啊，係真長久嘅時間，又係講用壓力鍋嚟煮，嗰夾命安尼。對。哦，原來差別係呀哦。哦，有學到嘅呢，多謝玉蓮。玉蓮，今晡日啊，又帶嚟按度按醬嘅，興唔興呢？這個盧卡嘅產品啊？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嗎？可以啊，我們目前就是我們的品牌，它主要有3個主要商品。然後第一個就是從爸爸那邊開始延續的鮮紅豆。對。哦，鳳頭一粒一粒嘅新鮮的鳳頭。對，然後就是一直都是遵循爸爸的理念，然後就是用水洗日曬的方式去做處理，然後嚴選9號豆，然後都是採當季的。然後之後呢，我就開始慢慢的做一些加工品，畢竟現在的人他們都比較不喜歡就是煮東西，所以我們就做了就是女生最喜歡的紅豆茶。哦，鳳頭茶。製作單位啊，跑去一比半啊，人來試看下先有嘅鳳頭嘅米絲，係唔係有鳳頭清涼嘅鳳頭米絲？是後來冇鳳頭嘅米絲，唔過有一種嘅頭嘅甜甜嘅米絲哩啊，佢清楚人是咧按照決明子。對，所以它才叫做紅豆茶，因為它跟一般外面市面上的紅豆水不太一樣，就是一般都是從生豆直接去萃取紅豆的養分去做的。然後因為有些客人啊，或者是有些民眾，他們並不喜歡那個紅豆生生的那個味道，所以我們就是採用像烘咖啡豆、烘黑豆茶的那個概念，我們是用低溫的烘焙，然後去做。然後一開始是就是在實驗的時候，我們是先用炒的方式，對，然後它就是會炒出香氣，然後慢慢的呢，我們就是做出像改良之後用咖啡豆的方式去烘焙，對，所以它喝起來其實是有香味的，而且它又不會釋放澱粉，就是女孩子還是可以補鐵啊，或者是泡濃一點點這樣。嗰時候看烘了唔會黏黏，其清強有冇很清澈，不會濁濁的這樣。觀眾朋友，條到啊，聽眾嘅眼，本大家看一下眼，這個故事假設。可以看得到有個茶包底杯，看得到一粒一粒的黑鳳頭味哦，啊，真是用炒過的，嗰時候佢還有一種香味，冇人平常是個頭味有冇？有粗長的米絲，也係講頭味的米絲清楚，唔會呢，真是食起來真好食，不管係小小啦，也係冷冷，安尼是真好食呢。安尼有點除了有個鳳頭茶啦，我還看到有個餅誒，啊，同有個係乜嘅呀？這個是我們做的那個古早味糖小豆。哦，對，因為我的父親他非常喜歡吃像是乾納豆的那種小小的零嘴，然後就是那時候我們就在討論說到底要做蜜紅豆還是要做乾式的乾納豆，所以就是出了這一品，因為就是我父親非常喜歡吃，而且所有的加工品的話，我們都是堅持是用我們家自己的紅豆去做的。領導愛嘛，觀眾朋友，快些，有到適到誒，真是感覺嗰一好食。你看啊，有個細細鳳頭誒，食好來甜甜啊，吃下嘢時間，佢做嘅全部係鳳頭嘅香味呢，真是吃下去以後感覺原來是鳳頭誒，啊，嗰種甜哦，又唔係像以前原來是啲乾納豆嗰種死甜，食下一點嘅甜，唔會，有個是係感覺係鳳頭誒。湯湯埋嘅米絲同湯湯埋嘅甜味，因為我們就是特別去請老師傅幫我們做，然後又要跟我們的理念相同，是沒有摻任何的
防腐剂啊，还有一些化学商品。所以其实在找寻加工品的过程呢，就是我们都是一直是非常小心，一直非常谨慎的。然后我们也希望说，这个红豆它不只可以当零嘴吃，让客人早上的时候他可能泡牛奶啊，它也可以加入当像跟麦片一起吃这样子。种也个我都感觉真可以加给我们个沙拉啦，也还讲失败人早晨我吃的饼的那个就底杯，先是好呢比牛奶嘟好，因为佢唔会过甜，佢有风头的个香味。蛋糕个泡泡个系糖分吗？它其实就是把红豆去蒸熟，然后就是等熟了之后呢，它再把它就是用风扇吹凉，然后再去拌那个砂糖这样子。你状况呢也可以保存1久啊？因为它没有防腐剂，然后糖量我们也有在减少了，所以它其实只能保存1个月而已。1整年不用冰箱吗？要冷藏。不用在冰箱底杯可以不用1整年了呢。对。哇，观众朋友，原来丰田味还有很多好食的产品、好食的料理哦。不过还有更多无共的丰田味，等一下一段我们过来继续同大家分享哦。前面说的好食的凤头茶同细细的蜜红豆，还有那条好食的凤头甜点，也是感动人的故事呢。继续来请玉蓮来同大家紹介一下咯。玉蓮，我們還有哪一項鳳頭的點心還沒試到呀？還有一個就是我們現在最新推出的紅豆 Q 餅。我看到的就會有個細細盤的地杯，哇 ，Q 餅呢？大家拿紅了一批哈，馬上就有個嫩米出來啊，真香呢！來試看那先給阿米西。它跟那个外面的 Q 餅不太一样，它主要还是有我们的那个明星商品，就是古早味糖小豆，它去跟Q 餅去做一个结合，所以吃的时候你可以吃到它的奶香，也可以吃到红豆的味道，所以它有一种红豆牛奶的感觉。其实要个试下去，真是像个凤头牛奶饼香有个嫩香味啊，底部真是吃得到一粒一粒个凤头的呢吼。有点要个甜甜的甜甜啊，最好的迄那条人哈，客群给他年纪。其实我们这个一开始呢，就是我们是为了我们自己就是的年节礼盒去做。就是设计的，对，因为年节礼盒可能现在的人他们就是在烹饪那边，他们会比较少做，然后也是懒人经济的关系，所以我们就是希望做一个属于我们自己南国红豆的茶礼，就是红豆茶搭配一些红豆的小点心，然后做成一个完整的礼盒给客人。对，然后没想到说就是在红豆的所有产品中去研发，发现说做的这个红豆 Q 饼，然后其实小朋友他们因为我们是没有防腐剂，然后又低糖低热量，尽量低热量啦，对，然后发现小朋友都吃得很开心，然后又有一点甜甜的，又不会说对健康不太好这样子。是摆甜甜啊，偶尔安尼是改好，要个糖红嘞。做礼盒真用心的，因为讲啊，人哋去请朋友的时间，可能去路口拜访啊，唔对，带埋个电路去过后，这只哪一类一个礼盒？如果人哋下晝條可以來試一個下午茶，馬上來泡茶都批一個點心，嘟好呢。對，那有點講到個禮盒啊，我看到入邊有清醬的個禮盒，你頭都講的個下晝條下午茶的茶點的個禮盒嗎？不是哦，這個是我們是南國紅豆針對婚禮的
化去做了一个红妆豆喜的子品牌。哦，难怪吼，我看到蛋糕有写迄个喜字，因为想讲奇怪，做一个下午茶的礼盒，这种东西蛋糕会写迄个喜字，虽然说金奖啦。因为当初会想要做婚礼的子品牌的话，一方面是因为我自己在饭店后期呢，我是在宴会部门工作，所以接触了很多婚礼的事物。然后还有一方面是我跟爸爸的一个小约定，因为那时候爸爸他刚做红豆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也是在饭店里面工作，然后我就跟我爸爸讲说，如果有一天我结婚的话，我要全场所有的宾客都放着我爸爸做的我爸爸种的红豆当婚礼小物。哇，对，然后因为在爸爸昏迷的那个时候，我就开始会回想很多关于爸爸跟爸爸当初的相处的一些点点滴滴，然后我就想到说，我们曾经有一个约定是做婚礼小物的，对，所以我就是我都称自己叫南国公主，就是我们以南国公主出阁的那个概念，然后我把每一个新娘都当成是我自己，然后每一个新娘的爸爸都是我的爸爸，所以当父亲对自己的女儿他们会有一些的期待，那他出嫁当然都希望他们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归宿，所以我就去设计一系列的婚礼小物的商品。对，真是唐幼玲安的介绍，那个包装啊都唔单止係講的哦，但個感受到你爸爸同嘅愛心啊，同嘅溫暖的感覺啊，那個禮盒人下嘅反應用誒。一開始其實沒有做到這麼大，就是用小小的盒子，就是像這些，就是用這些小小的盒子去做包裝，然後客人會覺得很新奇，因為從來除了米之外，從來沒有任何一個農產品，它可以去跟婚禮小物去做結合，然後慢慢的我們從婚禮小物做到了年節禮盒，然後再做到了新娘他們常用的吃茶禮，對。其實我感覺也都逢頭會親身下來做賀事啊，不管係結婚啊，還是新年啊，送人嘅，因為佢係紅色嘅，紅色對人哋傳統嘅人來講，紅色就是一個吉祥、親好嘅嘅色嘅。安尼有點我看一個禮盒底杯啊，佢一罐一罐的係乜嘅啊？蛋糕這罐上面那個群星那個是我們與屏東在地的蜂農他們做合作的，所以上面那個是龍眼蜜，然後旁邊就是那個紙盒裝的那個，那個是一樣是3代傳下來的一個醬油工廠，就是也是我們客家子弟，就是萬金醬園他們做的小醬油，好拌醬油。然後鐵盒的部分呢，是我們家的糖豆。按好一個禮盒啦，有啲人係推廣一個產品，推廣一個禮盒，是即係有多冇嘅困難？一開始其實我們是非常小量的去做，然後那時候也沒有那麼多的加工品可以去放在裡面當內容物，所以在一開始設計的時候，我們是用100克的生紅豆去做，放在裡面，然後一般就是客人，就是長輩們，他們就會覺得說，那100克我可以煮什麼東西？會煮乜嘅東西？對，拿紅來唱一些的嘛。對，就會覺得好像分量太少。但是我們會說，那比如說像我們有時候去參加婚禮，我們可能不是一個人去，可能會帶着攜伴男朋友，或者是說家人一起。我說，那你4包加起來不是就是正好是一鍋了嗎？對，所以當初其實在商品設計，因為沒有人做過，你沒有參考，所以變成說很多東西都是我們自己先去想，然後想了做了，然後看客人願不願意接受。對，所以這個對我來說，其實跌跌撞撞的去做，就是邊做邊學的態度去做婚禮小物這件事情。今天呢，都這個一步一步來嘛，你慢慢的，我睇好有嘅我啲嘅，有乜嘅好嘅，我改進嘅地方，天天嚟來改。其實有嘅也應該係有啲人吃過輕多吃，當設計成有嘅包裝嘛，對，因為主要是因為紅豆它喜氣，本身紅色就是喜氣，然後其實
大家也会知道说，其实9号红豆它有一个名字，它叫做红宝，就是红色的红，然后宝贝的宝，所以其实你把红宝装在你的礼盒里面，就感觉是你把你的宝贝，然后送给了你最重视的人，对，将这个最宝贝的东西送给这个最宝贝的人的这样一个用意啦，对，而且红豆其实一株多子，然后其实有早生贵子的感觉，因为它生长又很快，它大概4个月它就可以生，就是完全从栽种然后到收成就只要4个月，所以其实也是期许说，新人们他们是可以早生贵子。安尼拄好结婚有送那个你满月哦，满月有送过那个礼盒吗？当然有做那个蜜月礼盒，像我们这次呢，就是跟屏东县政府的客户处他们做合作，然后我们在中正公祠那边有一个据点，然后结合屏东在地的一些客家产业，比如说像是胜利棉被，然后还有徐板家的那个红板新丁板，然后还有蜜月，关于蜜月坐月子的大风草，然后我们做了一个就是关于婚礼，从新嫁娘在待嫁，然后到结婚到生小孩蜜月的时候，我们做了一连串的产业链。一连串的哇，唐凤来改好一件事情。除了提那个礼盒之外，平常时有店面吗？有店面吗？我们目前都是工作室。那客人有需求的话，他可以上我们的 FB 的粉丝专页去看。上网站去请入那个资讯。然后假日在屏东市的那个中正公祠，我们有一个小店面。对，睇嘅摆摊嘅都错。对。你摆摊嘅时间有多多人客啊，会同人交流讲，有个风调嘅其实他们有特别的料理嘅方式，也係講見人每人有乜嘅可以风调嘅做乜嘅东西嘅嘛？有，因为客人他们唯一的烦恼就是我该如何煮一碗美味的红豆汤。对，因为他们像市售的红豆，因为它可能因为新旧豆掺杂，或者它是进口豆跟本土豆掺杂，或者是品种掺杂，品种掺杂就有大颗小颗嘛，所以变成说煮一碗红豆汤，让客人会觉得说那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对，所以我们通常都会跟客人说，你可以，如果是买我们家的红豆的话，你就是洗好，然后你放到电锅，外锅会放2杯水，对，然后如果你喜欢吃烂一点的话，其实2杯水它就已经可以把那个红豆弄得很绵密了，煮多绵嘞。对，然后内锅的话一样，就是豆子的比例是1，然后水是4。那看自己，有些比如说像我喜欢喝汤多一点的话，就水放多一点，这样子。煮好的自己看要加乜嘅料的自己去加，懂冇？对。哇，观众朋友，今日听嘅育人的故事，係咪同我共樣過感動呢？唔但將係育人佢自己堅強和接受爸爸的工作，更加係講佢對我哋自己本土對屏東有一份愛睇嘅。你看，唔但將自己好，連屏東其他嘅東西也順勢會帶上來哦。也希望大家繼續同育人來支持我哋萬丹嘅風調哦。今日再一次感謝育人帶來安好色嘅風調同安精彩嘅故事。謝謝主持人，謝謝各位觀眾。那也希望大家有機會的話呢，可以到萬丹跟我們一起分享紅豆。謝謝。好哦，安尼今日多養下食的好食的東西，繼續聽論先生來做運動同一下吧。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到係好好運動嘅時間了哦。看到我來底下來做運動嘅哦。永慶先生今日要來教大家係芭蕾瑜伽，優雅嘅芭蕾加上瑜伽動作，請能放起來就同先生同下來做芭蕾瑜伽哦。運動之前，請來準備像安尼凳呢，有扶把嘅、無輪嘅凳呢。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誒，然後來做動作嘅哦。芭蕾基本動作呢，我腳以位起好，記得我都是喺數行嚟，師傅一夾緊，另外一隻手可以板輪嘅扶把，啊，一也係數嘅一位，二三，行開看書，下巴拉高。加上嘅鼓，一、二，看嘅數，三，好，慢慢地，看得先，慢慢地挺胸嚟，腳掌，挺胸嚟，控制你嘅平衡，可以發，能來變兩隻數。肚子數，好，慢慢地數上來，一、二、三，慢慢地挺上來，腳掌挺上來，另外一隻手可以板輪。甲骨文，都是數，這份數上來。記得你腳唔可以彎彎哦，要伸出來，訓練你腳嘅力氣。慢慢地數下來，平架，然後來做，像小雞可以啄米用誒，好，幾樣呢？可以食飼料。你看我腳，點點點，踢上去，跌下來，數下來，好，一、二、三、四、五，應該是這，踢上去，數，來做停留，增加我嘅肌耐力哦。慢慢地數下來，更加多做旁邊，踢上去，控制好，好，電梯，放下來，做後背，兩隻手可以板輪，甲骨文。腳伸出去，小雞啄米，一、二、三、四、五，踢出去做停留。變一隻數，下巴抬高，看遠方。好，變下來，可以發彎片變另外一隻數。慢慢地數下來，再看一次哦。小雞啄米，一、二、三、四、五。旁邊。2、3、4、5，電梯，後背，1、2、3、4、5，伸出去，變一隻數，訓練你嘅平衡感。再彎片，一片做好，要來彎片的哦。彎片的時間，記得同個燈呢，把你另外一片去。準備好了嗎？辦好了哈。
来做鼓的动作。慢慢的腾空来，下巴拉长，练平衡，师傅要夹空来哦。你赶紧要放松来，脚七条打直哦，慢慢的下来。好，小鸡啄米。1、2、3、4、5，伸出去，练平衡感，手柄上去，提气哦。好，慢慢的下来，换旁边哦。1、2、3、4，提气，点地，下来，两只手板轮，脚伸出去，记得咯，我的脚7条要伸出来，唔可以安尼慢慢。1、2、3、4，好，板轮，两手伸长来，绑长来，眼珠看远方，下巴拉长，有感觉动作个优雅哦。好，慢慢的下来。再摆，伸出去，1、2、3、4，好，慢慢的弯片，我会感觉手讲有人绑，脚讲有人。低腰不绑，你的手脚会变得过侧过长，身材会变得过修长。点体，好，慢慢的腰背做一个延展，背囊打出来。来做后仰，放起来，再一次，慢慢的低腰背，背囊打出，多做压动作，可预防驼背。慢慢的放起来，phía中间，做一个缓和，吸气，手松出去。绑都唔可以绑诶，侧弯腰，骨下去，移动重心，弯片，
吸气，吐气，跪在中间。今日动作记得了吗？观众朋友，系每礼拜屯先生同下做芭蕾瑜伽，明日屯先生练习运动，身材会变更好，身体嘛会变更好哦。好好运动，俺能下次再来了。